继续来看，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老人福利法修正案，今仔日要伫咧立法院拼三读。65岁以上所得税税率无甲20%的免纳健保。后来国民党提出动议改做是5%。因为卫福部是讲，无论是20%或者是5%，这修法若是通过，健保就会提早破产，上紧2026年健保就会起价。 在劳福法修法之后，那健保可能会遇到，就是说白就是提前破产。在115年，我们的健保安全准备金就会低于1个月的法定标准，而必须调高健保费率。卫福部30条开紧急记者会，对着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提案老人福利法修法，要65岁以上，而且所得率20%的老人免缴健保费。就算国民党团重新再修正动议，要调降为5%，卫福部讲社福预算相关需要败溃。劳福法修完，社福预算少300多亿，我们在健保这边也会少540亿。所得税率没有达到20%，是你126到252的这一个所得集聚的老人。 结果要一个也可能43万或50万的去补贴，劫贫济富，莫此为甚。提案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讲，伫拜赴情况下，由地方政府斗相共缴健保费，拢无享受到，就是非6都的屏东这县市，总共600多人无纳入，无符合医疗病权，坚持劳福法一定爱通过。他说这样会造成健保破产，胡说八道。然后呢？ 又跟医界5大团体说，这个会影响到健保的给付，健保收费跟医疗的给付是两码事，一定要过，不过我一定跟你拼到底。把账面上的贫穷错当真正的贫穷，那我们反对在缺乏社会讨论以及政策评估下的粗糙决策，更不应该加深世代的对立。 医改会时开放态度讨论现行制度，不过也烦恼讲目前修法无配套措施，会无法度保证真正有就医困难的族群。也来国民党、民众党立委提案修正改法第25条，要有65岁以上，也是75岁以上老人陪伴者，这大众运输、进入康乐场所、甲参观文教设施，拢会使享有半价优惠。交通部讲，伫无明确甲稳定预算来源之下，呼吁暂缓修法，避免冲击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